26号，台南检调大动作前往台南市政府，朝延科会主委蒙志成的办公室，甚至连徛家拢无放过，因为伊防检举，毋但使用直指挥带厝内人食饭，还阁用公务车载厝内人。主委，特指挥是什么业务吗？我都不知道啊，就人家检举乱检举，对不对？我都不知道。主委会不会觉得这是清白的啊？是啊。前往南基站配合调查进程，对着镜头法院是防黑白检举，不过经过检调规暝精神，蒙志成以50万块交保，伊的某是以5万块交保，限制出海出境。那基于呢对市政运作的尊重，那蒙志成副教授已经向黄伟哲市长提出请辞研考会主委一职，那市长也准予同意。相关的职务呢，后续由副主委暂时代理，以确保市政的运作不中断。市府伫27号透早表示，延科会主委蒙志成已经提出请辞，市长黄伟哲经过考量了后嘛同意，后续会赶紧提出新的人选，目前职务由副主委代理。蒙主委有没有跟市长报告这一件案子的部分？没有。蒙志成是成功大学政治系副教授，去年7月份才接任台南市政府延科会主委，过往的争议事件嘛真多，今麦一切也阁爱等司法判决出炉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